走进彭金永的番茄园，结实累累，像个小型联合国。来自世界各国的36个番茄品种，是他17年来的心血结晶。这个叫做芝麻绿番茄。芝麻绿番茄。对。这个叫奇异果番茄。奇异果番茄。这个是甜椒番茄，它里面的肉也是整个空洞的。一颗颗硕大番茄，清甜的滋味让人欲罢不能。农场特制的番茄汁，一天能卖上1-2千杯。彭金永成功打造了黄金番茄园，急于摆脱劳力赚钱的农家宿命。23岁开始从农，做到26岁，做3年而已哈。我那个手啊，这个50肩啊，每天搬番茄搬到这样举不起来呢，50肩痛了。我说年纪轻轻还没有结婚，在50肩这手举不起来，我觉得哇，做农业好累哦。体验成功之道得靠肩膀以上。彭金永努力转型，导入服务业概念，为传统农业找出新商机。你做观光以后，像我们现在一天假日要卖3000斤的番茄，不用采收工啊，我们的员工也减少了，为什么？员工不用去采番茄，客人帮你采。番茄有吃又有拿，人手一篮，把柜台挤得满满满。彭金永经营有道，相信勤恳耕耘就会有甜美收获。吃起来懂甜，吃起来很甜，吃起来懂甜，吃起来懂甜。